既然入嚟呢個視頻，你係咪身體有一種痛症？可能已經同佢搏鬥咗好長嘅時間，好困擾你，揮之不去。又或者你正係好勇敢咁同疾病搏鬥緊，身體嘅痛楚不停地提醒你，呢一場硬仗仍然進行中。如果你仍然未能確定呢個痛症點解存在，咁呢個視頻就唔適合你啦。請你揾醫生先幫你進行診斷。但係如果係一個確診已知嘅痛症，呢個視頻係想幫到你去處理好身體話俾你知嘅痛楚。係啊，係身體話俾你知嘅痛楚。你一定有聽過，有一啲儀式完成之後，啲人可以用雙腳行過炭火，甚至造成人橋，俾人喺佢身上面行過而完全感覺唔到重量同埋痛苦。又或者你聽過疼痛敏感症，又或者係中樞文化，醫學上就用呢啲名詞嚟解釋俾你聽，點解同一個程度嘅痛，唔同人嘅感受都會有所不同。其實痛感係身體話俾你知，佢哋有唔舒服，通過神經傳送俾你嘅信號。呢啲信號唔係文字，唔係說話，所以接收到之後就有唔同嘅演繹。當你認為你自己唔能夠掌握情況，你嘅恐懼、擔憂都會令痛感增強。只要你跟住呢個視頻，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演繹方法去控制個痛楚，好好咁了解你身體發出俾你嘅信號。你只係需要接收個 message， 同埋好好咁安撫你嘅身體。準備好嘅話，請將燈光較暗，揾一個舒適嘅姿勢，最好由頭到腳嘅背部都被承托住，然後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嘅呼吸上面啦。而家你嘅眼睛望向前方或者上方，揾一個物件，可以係任何物件，集中注意力，一直咁望住佢，眼神唔好離開。陣間我會倒數5聲，請你忍住，唔好眨眼，一定要堅持。你可以將你嘅眼睛睜大，繃緊你嘅肌肉，甚至揸實你嘅拳頭，一直堅持到我完成倒數，然後先至合埋雙眼。我而家開始倒數啦，5、4，身體其他地方都要用力支持住你，唔好眨眼。3、2，請你用全身嘅力量去堅持。1，你而家可以合埋眼睛，放鬆同埋呼氣。而家你好攰，身體放鬆咗落嚟，就好似一條拉開咗然後放鬆嘅橡筋一樣。你嘅肌肉幫你堅持咗一陣㗎喇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你俾個機會佢好好休息。你嘅身體都係受你嘅支配，請你嘅意識完全放鬆，放開你嘅身體，意思
係你唔再控制你身體任何一條肌肉同埋神經，從頭到腳，由眼皮、兩邊面頰，然後放開你咬合嘅牙齒，放鬆你繃緊嘅肩頸，再將整個腹腔、臀部、雙腿，再去到腳掌，完全將佢哋放開。你會發現你嘅身體好似越嚟越重，完全下墜，釋放重量。你嘅身體會好好咁感激你，因為你俾機會佢哋完全休息，好好咁放鬆。慢慢將你嘅意識，即係聽緊我講嘢嘅你，同你嘅身體分開。你會感覺到意識同埋身體剛好相反，意識變得好輕盈，再放鬆一啲，你就會覺得意識輕到可以從你身體抽離。我想你想象你嘅意識變成一隻手掌，一隻好溫暖、好溫柔嘅手掌，離開你身體，去到你身體嘅上方，跟住落嚟，你可以好好咁用手掌感受你嘅身體。你要記住，身體係屬於你㗎，佢完全受你控制。佢俾你第一個感覺就係最真實嘅感受。而家將意識嘅手掌放喺嗰個讓你感到最唔舒服嘅地方，即係痛嘅根源。記住第一個感覺，你知道喺邊度，然後用你嘅心去觀察佢，唔好抗拒佢，試下感受下佢嘅邊界，試下形容俾自己聽。佢嘅大小，佢嘅形狀又係點嘅呢？你仲可以感覺佢嘅味道，甚至聲音。如果佢有顏色，咁顏色又係啲咩呢？你知道點解身體呢啲部分會感覺到痛楚？請你用意識嘅手掌安慰下呢個向你發出疼痛信號嘅身體部分。話俾佢知，唔需要擔憂，你將會好好咁處理佢，請佢好好咁放鬆休息。
好好啊，而家想像有一股溫暖嘅光，從天空穿過所有物件，包括天花，照入嚟你身處嘅空間。我哋知道光就係大地萬物能量嘅泉源。呢一道光溫柔咁照住你，淨係從皮膚嘅表層慢慢咁進入你嘅身體。你能夠感受到佢帶嚟一種舒適嘅溫熱感。佢可以潔淨你嘅身體，修復你身體嘅細胞，再慢慢地滑向你感到疼痛嘅根源。隨住光線嘅流動，你發現痛嘅根源由暗慢慢變亮。佢好似變得冇咁尖銳，或者應該係講正在縮小，變得越嚟越輕，變成一個球體。將注意力集中喺球體度，感受光，慢慢咁將佢越變越小。呢個球體再慢慢變細，變到好似粒彈珠咁細。佢變得越嚟越輕，越嚟越輕，輕到慢慢升起，靠向皮膚嘅表層。佢繼續縮小到比毛孔更細，再透過毛孔滑出咗去你身體之外。光繼續治癒你嘅身體，你見到你身體內部閃閃發亮。你身體嘅細胞開始修復，重新變得飽滿，又有光澤。而家你覺得身體每一個部分感覺都好通暢。你意識嘅手掌可以好好咁撫摸下你身體各個部分，好好咁安撫下佢哋，話俾佢哋知，你會比從前更加愛護佢，珍惜佢，令佢哋舒服同埋有充分嘅休息。
請你帶住呢一個輕盈自在嘅身體，回到你身體所在嘅空間。而家，當我由5數到1，你嘅意識就會回歸去你身體所在嘅地方，而嗰份舒適安慰嘅感受會一直都陪伴住你。5，慢慢吸一啖氣，感受下空氣嘅溫度。4，你感覺到身體嘅輕盈。3，你感到身體變得比之前更有活力。2，你可以喐下你嘅手手腳腳。1，擘大眼，返到去你身體所在嘅空間，你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放鬆同埋自信。多謝你收聽呢個視頻，拜拜。